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前一阵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独立参选总统的时，伊有发起连署。国民党前中常委范生莲，也有新竹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等人，拢有替郭台铭走总。尾是互指控讲，因是涉嫌用钱去买连署书。新竹的检方伫昨昏是甲范生莲等13个人起诉，检方请法院就要判重刑。因为调查期间，互受害的范生莲也有王正基，昨昏拢互移送地方法院。法官尾是裁定范生莲以70万交保，王正基尾是以30万交保。前国民党中常委范生莲涉嫌甲新竹县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前观音乡长王茂石等人，以1份400个的代价收购郭台铭参选连署书，其中王茂石已经伫咧11月初以20万交保。因那新保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伫咧被羁押1个月个了，互检方提起公诉，法院伫14裁定30万交保。没有人讲说那个联署是选罢法，也不能买票，也不能收钱了。他收了1、2千份了，才知道说这是违法的。警方前在将计依照涉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甲涉案的13个人提起公诉，也建请法院甲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范生莲降档量刑。犯人所为显然漠视政府查贿之禁令，妨害总统、副总统联署之公平、公正与纯洁，影响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范生莲伫咧开庭时阵全庭否认犯行，伊讲伊传的2000万并不是汇款，验过法官认为已经有起诉书的证据、监视器的画面、对话截图、通联记录等证据，证明伊犯罪嫌疑重大。验过认为无羁押的必要，上面有伫70万交保。联署协会拘押到目前拘押35人，贿选分案总共有550件，681人，起诉2件1人。检察机关分案侦办选举不法已经超过1600件，除了传统送红包贿选以外，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也和检方列做重点。反渗透法上来看，是包括犯我们这个选罢法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妨碍选举的案件，或者是从事相关违法的这个选举活动。另外涉及反渗透法，已经有17件29个人，境外资金介入有37件96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因那警官刚有介入咱的选举咧，家人检方有接到证据，讲家人有一个姓王的里长组团带李明去中国山东免费游览6天。检方调查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因那这个姓王的里长尾有互受押。碰到境外势力介入大选，家人地检署接到证据，讲家人是姓吴的里长，招揽其他的里长和亲友，拢总33个人去山东耍6天，只有5500，后壁佫退因人民票1000块，规则定义免钱。检方13团款29个人到案，先后认定姓吴的里长涉犯反渗透法，嫌疑重大，佫有别证证书，法院裁定收押。招揽他人赴大陆旅游，好，那接受一些陆方的招待。那这部分呢，被我们怀疑说有介选的一个情势，持法院合法的搜索票，依法执行搜索，并带回相关的人去厘清相关的案情。除了疑似交台行程改选，假设是有可能影响选举。美国媒体因社群媒体小号分析公司的报告，讲有超过800个假小号涉及对台湾施事，想要影响台湾大选。今年到国安局已经通报要700件假信息到各行政单位，尤其假信息若符合假海载要件，会通报行政院相关部会，随做及时的澄清。非常多，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好了。确实去查证，假信息不是现在就有，只是说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它的传播更容易，它的成本更低。自己都会希望说最后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对科技进步，假消息的手法有真侪变化。今年5月，通过选罢法 AI 亲为影音条款的修法，那候选人拄到影像防侵度假造，冇应对之道。用科技变造的一个方式所形成的这一个影音，都会是属于声位影音，是由你参选人以及候选人
来进行发动。候选人的影像经过警察机关认定有好成，也是科技深度改造，就当要求媒体伫2天内移除。社群业者嘛有把影片提掉的法定义务，避免这个不实的消息继续散播。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总统大选剩无1月日，台中有抓到6件选举搅盘，发现有10个人涉案，交金是签买15万，主嫌已经互收押禁见，而且为着要闪警方的追查，佮发现讲脚卡上虚拟货币来签赌。警方搜索黄姓嫌犯的坐车甲徛架，因为台中检警专案小组掌握证据，伊涉嫌经营总统选举赌盘，而且要求赌客使用虚拟的货币泰达币落赌，已经收到缴钱将近600万块。其中有1名嫌犯是用泰达币来接受下注是要规避警方的查缉啊。我们会针对他的热钱包、冷钱包来做4位的间隙，来做向上的追查动作。泰达币属于加币虚拟货币，甲美金的汇率是1:1，因此有隐蔽甲容易变现的特点。这也是这届总统大选头一件以虚拟货币落赌选举赌盘的案件。你这个就是我自己跟人家对赌的啊。台中警方也查到另外5件选举赌盘，张姓嫌犯敢成组头再来顶高的人，以签单的方式提供落赌，而且分为 PK 盘、牛票盘、3卡赌等3种不同的模式。当中是查扣签缴现金875万外块，也有电脑、手机等证物。密集执行了3波收居行动，总统选举赌盘6件10人，同时本案的张姓主嫌收押禁见1人。警方顺后将相关的涉案人以违反总统甲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刑法跋缴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其中张姓嫌犯收押禁见，警方也对虚拟货币落赌展开数位监视，向上数万追查。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民众党的郭文哲，昨昏是去金门拜票，伊有签动意思，讲伊支持金门下门起大桥的公投。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去高雄邮票，伊发出讲少年人买厝免投机款，而且嘛讲囡仔下课政府来顾，佮强调讲伊若选调就会随做。也若民进党的萧美琴昨昏是去参加台湾转型8年的新册发表会，俄罗总统蔡英文的执政的成绩，嘛讲因会继续延续落去。全力支持柯文哲。签同意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表明支持金华大桥公投。郭文哲则是到金门沿路邮票强化热情，未少支持者要求做伙翕相。前一暝郭文哲伫专访谈论两岸关系，讲会甲中国讲9·2建设已经歹名声，是不是换名来解决？郭文哲表示需要双方协商沟通。不管内容怎么样，当那个标题已经烂掉的时候，或标题大家一听就不喜欢，也许应该换个名字。应该是双方透过这种彼此的协商或者说彼此的沟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为高雄开始坐车拜票，到民进党的大票仓冲南部选情。侯友宜进前提出青年买厝免1500万头期款，课后照顾免费政策引起议题，暂时搁加度，表示当选了后就会随实施，上紧就是明年。当选以后，到520之前，我们的交接小组。会把这2项列为优先处理的重要项目，所以我明年当选，在明年立即会实施。在做研判、在接轨的非常关键的时期。那未来几年我们还是必须要继续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主轴跟思维，去看待一个快速在变化的世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则是出席蔡英文甲台湾转型8年新册发表会，讲这几年蔡英文的政绩，也有2个人做伙做代志的经验甲改变。萧美琴表示，世界在变真紧，拢爱事先做好准备，才会当面对管控风险，也以这项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4年前以817万票，史上上悬的票数，成功连任。伊执政8年，每年5月份要落任。伫落任之前，有作家记者联合出一本写总统蔡英文的册，或者时代如何转弯。伫新册发表会顶悬，佮邀请亲近蔡总统的幕僚，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也佮民进党副总统的候选人萧美琴去座谈，讲因所看到的蔡英文。
蔡政府执政要8年，路任进前，3位当代文学作家、记者同齐写出这本册，描写台湾头一个查某总统蔡英文，记录这8年以来蔡总统执政的点点滴滴。伫新册发表会的座谈会顶悬，亲近蔡总统的幕僚萧美琴、戴丽君，互人邀请来对谈台湾这8年当中的转型甲未来的可能性。戴丽君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信任伊，甲文化政策的基础工程交予伊来做。我那份白皮书也是写得很硬啊，要做很多立法、很多组织的改造，然后这个像设立文策院啊，或立文基法等等都是很打底的工作。那4年他没有要求我要马上有什么短期的亮点。我们看到民间文化力的爆发，台湾有台剧、国片，像文化科技，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开始说台湾艺术家的故事。作家张惠晶伫册内底也有写到，伊希望利用这本册探讨台湾伫蔡英文执政8年了后，伫世界上有啥物新的位置。针对台湾成做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萧美琴讲，伫台湾推动婚姻平权的时，政党受到真大的攻击，甚至有党员面临互人罢免的危机。但是落尾推动成功，伊踮美国做代表的时，通骄傲讲出台湾是亚洲上进步的社会。不过萧美琴也讲，伫过程当中，蔡总统爱协调、爱凝聚共识是真不简单。需要对社会共识的凝聚，尤其是高度对立的议题。至少我看到的蔡总统，他是一个沟通者他是一个意见的整合者，他是一位协调者。那当然，最后他也是决策者。蔡政府执政这8年，有拄到新冠疫情气候变迁这大议题。萧美琴讲，蔡总统时时斟酌世界局势，替台湾做好准备。戴丽君也想起过去参蔡英文开会时，面对无同的意见，伊要是斟酌听，才做出判断。也若这本册也访问蔡总统身躯边35个政务官、幕僚，讲出因所看到的蔡英文。记者我们郑准由台北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好天。那明仔会变寒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日时的温度会小可较热较温暖，各地高温有27度至30度，要毋过暗时会感觉较凉，低温是19度至22度。今仔日伫西半部早暗的温差真大，今仔日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尔。要提起乡亲的是，暗时有一波锋面会瓦紧，所以北部、东北部今仔日半暝会开始落雨。若明仔锋面通过，加上冷气团落南，温度会明显下降。礼拜一时，北台湾上低温敢若12度至14度尔，其他所在温度嘛无悬，只有14度至17度。若伫桃园以北、东北部拢是雨来，其他所在会落地阵雨。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后礼拜一的透早，所以这段时间乡亲一定爱穿好少。高雄昨昏空气品质是真歹，有几项的空气品质的测站拢出现柑仔色的灯号，甚至有的所在已经达到红灯。因为拜六明仔拜六礼拜天气要反寒，到时南部的空气品质会愈歹。摩天轮雾拢看袂清楚，这是因为大环境东风加海峡光热气流，地势大气较湿湿，透早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产生辐射雾，极温阁压制大气扩散，地势污染物累积。高雄中昼开始，差不多所有的空气品质测站 AQI 达到柑仔色提醒，福兴小港甲大寮3个测站连续到红色警示。看过去那边雾雾的啊，对啊，如果是空气品质好的话，就是像。出来就会感觉很清晰。空气歹，唔那影响视线。到中山5号高速路口，一寡骑机车人、行路的人拢挂喙暗，家长嘛烦恼空气污染影响厝内过敏儿。他就是会打喷嚏啊。喷水车沿路泉水减少土粉，高雄市环保局嘛提早伫13通知中港中油这工厂降载减排，早起原来派人到工厂检查风地设备，通知辖内的大型排放源执行降载减排的措施。那今天呢，也持续的进场进行查核，并通知辖内的大型营建工地加强相关的防治作为。那也执行了交通员的路边拦检及拦查的作业。午后各7站的数台陆续降低，按过礼拜六全台湾变天，东北风增强了后，伫较风尾的高雄扩散条件嘛较差，空气品质恐惊会阁变歹。环保局原来讲，秋冬天大气环境变化侪，会持续监控来做因应。记者综合报道。
那中国的北京最近是真寒，当地气象单位有发布大雪、寒流、冰冻3项警报。当地学校对13已经开始停课，因那企业是自主安排上班。不过即马也毋是北京上寒的时阵，北京拜六有可能会出现零下18度。大雪一直落来，民众伫即些青路小心啊行。中国北部即礼拜温度雄雄降低，受到北京顶礼拜早来一阵初雪，拜三就出现第二波寒流，一定会出现暴雪。气象单位即群发布暴雪、寒流、冰冻甲大风4项警报，是今年以来头一届看。北京市政府是宣布幼稚园到中小学礼拜三开始停课，同时也通知企业会当调整上班时段。尽量不出行了就是吧？天又冷，然后路上肯定也不好走。天气冷季季，民众出外拢包甲密。即个落大雪嘛，拍乱北京的交通。13当地机场原来有将近700班航班取消，铁路嘛是大乱。受降雪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临时停运列车31趟。天气冷甲，互人无想要出门，啊，毋过有人颠倒趁落大雪，气温降低，出来体验寒冬游泳的滋味。拜三有几多个男性，遮尔冷的天气，加穿游泳裤、底游泳帽啊，因就跳入冰冷的湖来游泳。边仔人看到拢讲，因实在身体真好。身体真好。啊，太棒了！棒吗？中国气象单位讲，大雪会持续到15，暗过落雪了后，寒冬随到位。北京这个礼拜六温度会降到摄氏零下18度，可能会出现当地60年来12月上冷的寒流。当局特别提醒大家，大寒要到啊，一定要注意穿好袖。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新冠疫情过去啊，啊，毋过伫疫情的期间，为着要鼓励民众配合隔离，政府有针对强制隔离者甲照顾者，提供一日1000块的防疫补偿，避免较真正伫外口乱扫。因若申请的案件计共有264万件，其中已经有195万件通过审查，已经发出109亿。按算即马可能还阁有几若10万人也未申请，政府即马是提醒讲，也未申请的卡手就要紧。来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咱国人去海外食头路的统计，人数有47万3千人，这是比前一年增加15万4千人。主要是因为咱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去美国食头路的人就增加要5万人。来关心《自由时报》，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大势弯，是暗示讲明年会降利息降3码。主席鲍尔讲，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真紧，已经超过预期，一直预期高利率无道理，嘛对经济会造成无必要的伤害。因来咱的中央银行伫昨下晡嘛召开今年上尾一届的理监事会，估计咱的利率依持无要变动。另外，央行嘛甲今年经济成长率调降到1.4%，也毋过呢有看好明年的经济，认为咱明年会当起到3.12%。中央银行14时召开今年上尾一摆理监事会议，考虑到今年国内的通膨率和顶年比是慢慢回降，而且明年的通膨率可能会当降到2%。另外，预估明年产出的欠口会继续是负值，前景共款是真侪风险。理事会是决议讲维持利率无改变，顶贴利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维持年息1.875%、2.25%和4.125%。这嘛是央行对今年第二季开始利率连3动，连续几个台风，所以让我们的第3季、第4季，特别是第4季的那个 CPI 呢，就高涨了。这个不确定性，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咱国的央行是对美国的联准会 FED 宣布利率连3动，外界嘛关心，那明年美国降利息，台湾敢要对咧做？它要降息，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这样子，那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有金融讲，全球的终端需求是继续压不起来。虽然疫后个人旅游和餐饮的需求是真热，但资本设备进口继续是负成长。今年咱国的经济成长率才降收到1.4%，不过来看明年经济成长率有可能调升到3.12%。高铁、飞机、
然后班客满。然后我们航空公司明年还要增购班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业绩表现不错。明年我们台湾是个内热外温，然后我们的成长率大概可以在3%以上。另外，央行讲，全体银行建筑贷款成长是继续慢慢来行，每次贷款成长是对帮持交易成长回升来增加。但是自从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以来，不动产的贷款成长是明显开始降，而且不动产贷款的移放比率拢维持伫个低档，嘛表示信用品质真好。未来密切关心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有可能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台湾已经过外过新上任日本驻台湾的代表片山和之，昨昏是举行就任酒会。伊唔拿华语讲了真好，伊个唠台语。伊嘛表示，伊任内有3项使命，伊要让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变更较好。伊嘛强调，日本政府会支持咱台湾加入 CPTPP。向在场的贵宾问好，来台就任1个月过的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甲夫人片山由美里举办就任酒会，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台日协会长苏家全甲各政党代表拢有出席。国军时尚回马祝福，国高经验丰富的片山和之全程拢用正老的中文致辞，更加特别是我那有点一下台语。他的后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了硕士论文，选址接近的此刻。来台旅行，不仅感到命运的奇妙，台湾海峡的和平及稳定，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是不可或缺。讲到台湾真有缘，片山和之讲，台日伫文化观光领域直接真济，也伫经贸半导体产业密切合作。片山讲，家己在任期间会努力完成台日关系更较好的3个使命，也搁再声明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合作也正在发展，例如台积电在熊本县投资，台湾对日本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日本政府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合作。CPTPP 是台湾人最大的期望，还有在未来如何加强双方安全的一个共同的防卫，台湾跟日本是休戚与共，都要拜托大使帮忙。苏家全讲，片山进前派驻秘鲁任内，都定定帮助台湾。伊也引用宫崎骏动画中的台词，希望片山温柔对待台湾，推动台日关系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是家人变异。继续关心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一直拢持反对立场的匈牙利尾也是弃权。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伊认为这是乌克兰和欧盟双边的胜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国防会现场，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有重要的宣布。We open negotiations with Ukraine and with Moldova. We want to support Ukraine.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欧盟的决定表示，这是乌克兰加欧盟的胜利。亲俄罗斯的匈牙利一直拢反对欧盟加乌克兰进行谈判。会议开始进前讲，无理由怎么就协商。We set up 7 preconditions. 3 out of the 7. is not fulfilled. 不过会议开始了，匈牙利无反管，但是总理奥班先技术性的离开席位，其他26位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投票。了奥班伫咧社群媒体讲，乌克兰加入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匈牙利无想要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考试乌克兰，讲西方的支持强要进步。Извините за мавитон, на халяву все привозят. Но эта халява когда-то может и закончиться. 加入欧盟的谈判要几多年？欧盟14个决定，并无法度保证乌克兰会当加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继续关心南韩军方对外表示，2架中国军机和4架俄罗斯军机昨昏飞入去南韩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南韩的战机有随紧急升空应用，这是隔半年后，中国甲俄罗斯的军机各联合撞入去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外交部是对外讲，这是因例行性的活动，拢符合国际法。The country's military said 2 Chinese and 4 Russian planes briefly entered the Kadets for 17 minutes at about noon on Thursday, but it added they did not violate the country's airspace.
二人半年了，中国的军机搁再飞入南韩东部海域的防空识别区，停差不多17分钟。南韩军方表示，伫咧中国军机进入进程就已经发现，也出动军机采取战术措施，防止突发状况。中国回应讲，这是例行的飞行训练。据我了解，我觉得这是中国军机在国际海域进行例行的常规的飞行活动，无可厚非，也符合国际法。中国两国军机自2019年开始，以联合军演做理由，每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1、2遍，不过拢未提前通报有关的情形。为了要提升南韩防卫武警的能力，美日韩今年8月达成协议，将会分享北韩弹道飞弹武警的资料。北京的国家安全官员拜三讲，按算伫咧年底进前达到共享资料的程度，并且有照伫数落来几天就会启动这项计划。因为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则是访问日本，伫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宣布，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会伫2025年重返印太地区，会到日本甲自卫队最近操演。It will really show the closeness of our relationship, which not just in the air with GCAP and the 6th generation jet, but also at sea. With our navies working together as well, bringing our countries into ever closer work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sure we help defend the Indo-Pacific. 这是英国航母打击群伫2021年首航了，再一遍部署印太地区，传达强烈的协作信息。讲是这片任务的航舰，尤其是威尔斯亲王号交管的下载 F-35B 闪电翼装多型导战机。英国国防部也讲，面对有可能列入战舰甲友军的舰艇。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来关心以色列13时对外表示，无论国际社会敢有支持，因伫加沙的战争拢会继续，一直到消灭哈马斯为止。也若即马加沙地区当地落大雨，但民营的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以色列军队13公布加沙市的极地战斗画面，伫风暴甲密密麻麻的细加野区，以军以压倒性的优势武力，一号一号去搜查对战。哈马斯嘛继续拼命抵抗，24点钟内拢总是造成10位以军的官兵死亡，因大多数拢伫咧支援友军的时阵拄着伏击。死者包括一个上校前线指挥官，一个中校军团指挥官，是10月31日以来上惨重的一摆单日损失。以军的炮火已经造成加沙18000外的巴勒斯坦人无命，各地人道危机是继续恶化。加沙伫1暝的时间都落大雨、做大水，民众都压雨，但要领粮食，处境是愈来愈歹。加巴利亚的难民营内面有一个爸爸抱因查某囝的遗体，伫浸到大腿的水内行过去，画面看了是互人真唔甘。当地卫生状况真歹，临时的布棚随时拢会放弃，几百个人用一间便所，无清气的水和食米，病院嘛无药啊。医师警告，已经无法度阻挡各种传染病摊开。الأطفال هيهم يعني إحنا شردنا من الموت لا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يمكن هيك شهداء نموت أحسن من هالموت يا شيخ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البنات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بناته هدول كلهم هنا والله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يشهد الله علي بناتي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والحرامات مية الأكل لا ملاقيين أكل ولا ملاقيين شرب ولا ملاقيين دواء ولا ملاقيين ولا حق。面对拜登和国际的因无差别来攻击平民，以色列强调讲，不管国际支持还是无支持，因拢会战到底。美国13日搁一摆宣誓讲，虽然对攻击行动有疑虑，但是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减少。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北京伫昨昏的地铁昌平线一台列车上尾2节车厢，驶伫半中途的时，煞向甲头前的车厢分开开，徛伫车厢小连接空间的乘客落入去全受伤，受伤的人数大约有30多人，加载无人死亡。为虾米列车会登去？即马正在调查。来关心中国和菲律宾因为南海主权的争议关系当紧张。菲律宾驻美国的大使有警示讲，南海危机会比台海局势更加激烈。中国和菲律宾关系当紧张，风声讲有100个中国人昨昏予菲律宾赶出境。因为中国是对外表示，这是两国的司法合作，因是甲中国犯罪集团的成员送回去中国。
继续关心美国的联邦参议院以87票支持、13票反对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款法案，内底包括提供资金援助乌克兰，嘛要替美国的军人加薪水，嘛要加强印太地区的资源。法案内底嘛呼吁美国爱做台湾军队的靠山，协助咱训练咨询，嘛爱进行军事网络的安全合作。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张中道伫中华园林三民公园传出乌白港台案件，有3个查某游客经过嫌犯的面头前，嫌犯是向起讲乌白噗，造成其中有2个人伊的面、颔骨手拢有着伤。嫌犯伫犯案了后，想要行底路，尾也互警方抓起来。3个游客对查某人头前行过去，原本是坐椅仔顶，伊却忽然间摕刀仔出来攻击其中2个女游客。啊咧哦，袂使记的哦。啊，你敢有听到查某咧休？有咧。伊休完啊？好救人哦。颈部有刀伤的情形，然后2名女性，其中1位是脸部跟肢体有遭砍伤的情形，另1位是颈部跟肢体也有遭砍伤情形。女游客大声呼救命，其他的民众嘛斗报警察，但2个人的手面、颔骨嘛是互刀仔扑着伤。这查甫人伫警察来的时阵，摕刀想要行底路防制服。93个人到院的时阵意识清晰，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这种状况都很 OK， 生命倾向也稳定这样。他情绪大概怎么样？情绪他都不讲话，所以我们也没有问出他为什么原因这样子。游客从犯嫌前方走过之后啦，那犯嫌从后方来做的攻击。为什么会攻击呢？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厘清当中。警方讲，这查甫人是咧游客行过去的时阵，才徛起来对后壁攻击，双方是无熟悉的，犯案动机搁爱追查。因为这查甫人对方掠到去病院拢袂讲话，初步掌握查甫人敢若是精神无啥好，捌伫当地看医生摕药啊。专案以杀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巡，伫今年下半年有抓到2个大案件，其中有一件是毒品走私，是伫基隆地检署指挥办案之下，对高速公路顶甲一架货车砸落来，伫货车顶头超出第3级的毒品有858公斤，市价是达到17亿。另外一件是利用外籍邮轮的名义，甲这走私香菇要送入来台湾，嘛拢互撞到。等一下先拔枪了。海巡署警方分署基隆查缉队，伫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之下，7月20日透早，会动几个单位组专案小组，伫高速公路顶悬，甲一架货车砸落来，先甲驾驶压伫涂骹，了后甲后斗开，发现数量真大磅的毒品。这个外包装写低米的第3级毒品 K 他命，重量有甲858.77公斤，市值17亿。专案小组继续追查，到11月份进前，小连续抓到幕后的中人主嫌甲金主，4个嫌犯13已经互提起公诉，其中协助载毒品涉判的嫌犯，也是一个退休的警察。我们只有掌握到货车的部分，那海上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就是事后抓到这些幕后主嫌的时候，他们有供出，就是说他们是要用渔船走私，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清查中。海巡人员甲电箱开，甲电路板拆起来了后，内底有一个密窗。向来海巡署台南查缉队嘛会动几个单位，破解新的走私的模式。西亚山共和国籍的邮轮，竟然用维修的名义，想要闪过检查，而且因阁租一个趴远的船厂，偷偷说输送带，用流浪走私粉超过148万包，还阁有走私70吨中国的香菇来台湾。长驱直入，直接就到造船厂，用那样精良的输送带来直接卸货，其量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走私香菇甲粉等等不法的货物，总市值超过2亿5千万。专案以天地走私条例、分酒管理法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但是下晡，行政院长陈建仁专工去海巡署基隆海巡队，为了避免相关人员的辛苦，发加差金予海巡署基隆甲桥头等等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政治大学的学生有建议学校会当增加多元文化假。那学校经过讨论了后，即马已经决定讲，对明年2月份开始，会当增加多元文化假，予学生囡仔会当请。亲像讲原住民族，若是有祭典也是仪式的时，就会当请这个假。
离开原乡到外地读大学，一寡原住民的学生囡仔，若是要参加部落重要祭典，还是活动，根据原民会公告，今年有一天岁时祭仪假，暗过无符合实际需求。一天的时间其实不太够，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往返原乡部落的一些路程，我可能会因为只有一天，我就不去请，然后我就不回原乡去放这个假，去参加这个祭仪了。正大学生会甲后来原民社团比对了后，算出5天较拄好，因为后来有袂少境外生甲侨生，学生会嘛提出增订多元文化假1天至3天。校方面经过讨论，进行伫学务会议通过112学年第2学期开始，只要肩负证明，原住民族的岁时祭仪假每学年1天增加到5天，增订多元文化假每学年会当请2天。像是客家人的天穿日，那穆斯林的开斋节，或是泰国的泼水节，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概念其实都放在这个假别可以请的这个里面。我觉得 OK， 就是既然规定都在那边了，然后也是正当的理由，可以鼓励我们多了解自己的文化跟我们旁边的学生的文化。正大算伫全国第先实施增订多元文化假，学生会讲代表性的意义真大。校务长蔡彦良讲，透过这个做法，表现学校支持多元文化，甲无共宗教。妈祖绕境对他是很重要的，他要去请假，这个也是可以这样。我们请假其实基本上老师还是要同意啊。若做学生想要对妈祖去示警，煞拄着考试，正大是讲是毋是准假，后续要补课还是补报告，这是老师的权限。修课要有一定的学习成果检验，袂因为准假都无学习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真要紧，文化展现咱的生活。亲像伫南投埔里就有一个有100年历史的例，伫今年因是照例举办3献清醮祭典。对13开始，规个埔里爱食菜，当做食5天，而且佫会收丁口钱，要展现家家户户为着做醮付出，共心祈求平安顺遂。一人一拍火。摆做一个福的日，南投埔里为13饭店柜开始食菜，拢是为着3献清醮祭典。店头甲饭啊拢配合袂输的，或者是规气休困去庙林做义工。外地游客虽然感觉食物件有淡薄仔无方便，不过嘛愿意入境随俗。我跟我朋友是想说这一段时间有空，对，就想说来尝试做一下这个生意看看，这样。对。这几天生意还好？这算是我们第2天啊，就是也算刚开始。目前的起头算是还不错。这个时阵可能较歹做啊，较歹做吼。啊，无来入境随俗啊，安尼啦。埔里镇的祈福做醮法会，上早会当追溯到1900年开始，每12年举办一届，而且伫法会举办了后的第3年，搁办3献清醮祭典才算圆满。伫祭典的期间，毋但规个埔里食菜5天，家家户户会交丁口钱，发展出独有做醮的文化。咱埔里人非常踊跃，交丁口钱呢，伫咱家厝呢有80%外趴。这回呢，因为过3年了吼，咱的3献完醮，伊的丁口钱这回较少，大约有69%外。那这123年的当中，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前埔里镇的镇民几乎是总动员，所以因此才能够得到评审委员的青睐，所以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祈福做醮法会伫2021年。叫南投县文化局登录做县级美术类无形文化资产。文史工作者认为讲，无论就历史、参与的人数，还有食菜等等特殊的风俗，拢会当呈现埔里的特色。这届祭典按算17到18，会举行放水灯甲普渡，嘛进入这届活动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即马真侪人会饲动物，有动物伴。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宠物登记数量大约21万外只。宠物已经成做咱人上界重要的动物伴。毋那伫过年的时，咱会去点光明灯，真侪公庙即马嘛有替宠物点光明灯。连宠物若是过身，有公庙嘛会替因念经超度。庙宇内底真侪法师当咧念经，详细看即句的牌位真无共，写的是动物2字。即马金庙毋但替祖先超拔度化，高雄即间东照山嘛特别伫法会中替宠物亡灵设坛，互主人会当替过往的宠物来超度祭拜。金庙是比较祖先科技，会专工替宠物来做牌位，连饲料嘛拢会传便便。比照咱的祖先的科技咧做，拢
共款，但是阮有另外做一个牌位，哦，即动物灵的牌位拢共款下伫祖先的边仔遐，啊，阮嘛有是家己用迄个狗仔要食的物件，阮嘛是会家己用。董照山表示，今年拢总有300位主人报名，要替厝内猫仔、狗仔来敲钵。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狗仔、猫仔登记数已经有21万外。现代人生囝少，动物伴嘛加做厝内重要成员。真侪民众认为这是未来趋势。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还蛮多人在养宠物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新的流行啊。这样可以让他在另外一边也可以过得比较顺遂，然后可能比较也没有烦恼。在人间的话，可能都可以把人间一些烦恼都不要带到另外一边去。唔但有金庙来照顾动物往生的代志，家己的新丰庙今年嘛替动物来点光明灯，唔但有狗仔、猫仔，佮有乌龟、蛇等等宠物。可见主人希望新丰爷会当保庇人甲宠物拢平安健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澳洲。澳洲有一个妈妈被指控讲，伊杀死家己4个囡仔，伊是被判刑，判讲要关30天。2003年时，被掠入去关，已经关20天啊。不过伫去年时，有新的科学证据检验，发现讲伊那真像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即马澳洲的法院已经宣告伊无罪，甲伊放出来啊。伊即马被冤枉，所以伊打算要向国家讨赔偿。总算吸毒罪名的佛比格太太行出法院的时阵，难免激动，一直七目屎。I am grateful that updated science and genetics has given me answers as to how my children died. However, even in 1999, we had legal answers to prove my innocence. They were ignored and dismissed. The system preferred to blame me rather than accept that sometimes children can and do die suddenly, unexpectedly, and heartbreakingly. 今年55岁，为澳洲来凯撒琳·佛比格生2个查甫、2个查某，不过4个囡仔拢伫1989年到1999年10年，拢伫红影时阵就死亡。死的时阵年纪上侪岁1岁半，上少岁早出49天。迄个时阵，佛比格互检方以谋杀甲过失杀人罪起诉，伊坚持家己无罪，囡仔是自然死亡。不过法官到尾裁决相关的罪名成立，判处伊30年有期徒刑。一直到去年新的科学证据指出，伊的2个囡仔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致使死亡。另外2个死亡嘛，甲健康因素有关系。这件互人讲上连续连续太红影案，因为安尼大平盘。佛比格伫今年6月得到特赦出狱。暂时上诉法院进一步撤销伊的罪名，伊决定针对误判，害伊被关20年，要申请国赔。I'm not prepared to put a figure on it, but it will be bigger than any substantial payment that has been made before. 澳洲科学院对于佛比格的案情改判表示肯定，嘛呼吁当局坚持唔通冤枉，嘛唔通放目的精神，进行司法改革，卖互类似的误判案情搁再发生。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伊拉伫加拿大有一个华裔查甫人，伊涉嫌伫网络顶头卖自杀包。这自杀包内底底的是会将头死人的防腐剂，若是食着就随无开死亡。伊这3年来已经卖出1200个，尾啊嘛真正造成全世界有117个人死亡。即马这个嫌犯被抓起来，被依照杀人罪等28项罪名在互调查。提出后生高中毕业的相，还有母仔囝2个人出去佚佗的相片。伫伊头壳内有甲因后生的回忆，手稿车图嘛有特别的意义。He drew these, and we all got the same matching tattoo at Christmas. It was Ashton's first one. 伫伊的目睭内，因后生是一个快乐、爱佚佗、甲伊拍拍走的囡仔。不过因后生18岁生日进前，伊接到一通真无事上的电话。He called me while I was at my friend's house and said he was having thoughts of suicide and didn't know what to do. 伊想袂到因后生竟然伫网络顶买自杀毒包，真正是行底路。过往的时阵才19岁，这件发生伫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自杀案件，并不是个案。国际刑警组织发现，全球有117个人拢因为食共一款自杀毒包来死亡，其中有88个受害者是为英国来的。也来卖这个自杀毒包的，是一个住伫多伦多、捌做都市华裔的查甫人。11伊互以14项2级谋杀罪起诉，加上进前已经互指控的自寻甲协助自杀，至少判28项罪名。In the physical world, on a street, he would have been
quite clear that he was killing people. And for some reason, because this is happening on the internet, it had been treated differently. So for me, this is a real breakthrough. 不过，这个嫌犯是好人协助自杀。伊辩讲，伊敢是卖商品尔，伊卖自杀毒包，内底有真高的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是一种白的防腐剂。伫做酵母或者是封墙的时阵，加淡薄啊，会当保存搁较久。不过，若是大量食落到地，会互费用降低，影响喘气，甚至是夺走性命。这个嫌犯从2020年已经寄出1200个自杀毒包，地点有甲40外个国家，因若敢也有其他受害者也会调查。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大人拢称赞爱问囡仔讲：“你大汉想要创啥？”伫澳洲西部就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伊伫2岁半的时，就甲大人讲，伊想要驶飞轮机。目前伊10岁啊，正在接受相关的飞飞轮机的训练，希望会当有机会成做全世界上界少年的电动飞轮机的飞行员。I'm 10 years old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aviation, so much that I'm already a pilot. 敢若10岁艾米斯派赛是驶全电动的教练机，伫天顶飞来飞去。伊讲自细汉就知影家己想要做飞行员，2岁半的时阵就表达出足想要飞行。7岁的时阵体验第一摆飞行，后壁阁学操作空飞机，和其他的产业同款，航空业即嘛渐渐拢正能排放。斯派赛的爸母为了完成伊的心愿，规家伙仔对昆士兰搬去西澳洲，伊全自动教练机飞行课程敢若遮有，而且斯派赛将有可能变做世界上上少年的全电动机飞行员。今年，伊甚至阁受到邀请去加州参加女性航空峰会，分享伊家己的飞行经历。I am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help the future of aviation by lessen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flying electric. 电动机目前的航程有限，飞行课程公司讲，伫特定的空隙会当飞行1点钟。即马当在培训飞行员，互未来第2代、第3代的机种会当替商业航空服务。Learning to fly in an electric plane is typically a little bit easier.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is displayed is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easier to consume as a pilot. It's also a lot safer. 西澳洲计划要变做电动航空的中心，目前已经有3个机场会当提供充电的服务。当地的航空公司 Aviair 按算要伫2025年推出电动对地起降飞行机，主要是要用伫旅游和飞行体验。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镜头来柬埔寨，伫柬埔寨有一款3轮车，叫做嘟嘟车，这是当地真有特色的交通工具。一般呢，拢是查甫在骑，因为当地较保守，无法度接受女性来骑这款嘟嘟车。也毋过时代咧进步，这款观念嘛已经开始咧改变。当地就有一定女性组成车队来接观光客，因的服务真好，真受娱乐，嘛互人改变观念，讲查甫查某能力平共。甲火插伫座位的4块位啊，详细甲车片互清气，再搁伫安全帽上路。逐工载观光客伫闪入的大街小巷来去，是浪费所上较介意的代志。伊是柬埔寨真罕见女性嘟嘟车，也就是机动3轮车的驾驶。ដោយសារខ្ញុំស្រឡាញ់មុខរបរហ្នឹងហើយព្រោះអីគិតថាមនុស្សស្រីយើងធ្វើបានគ្រប់គ្នាព្រោះការងារហ្នឹងគឺជួយឲ្យខ្ញុំនឹងមានប្រាក់ចំណូលជួយគ្រួសារខ្ញុំដែរ 要做这份工课对伊来讲是真无简单，毋是因为能力好歹，是因为女性的身份。柬埔寨社会保守，因为女性本来就应该爱还家，无应该出来趁钱。加上一般人认为讲，骑这种机动3轮车的拢是查甫人，那查某人要来做是更较困难。如往所非侵头做这道的时阵，真侪做工作的男性拢甲笑，或者是甲骚扰，毋过伊是拍死毋退。 ចាឥឡូវនេះខ្ញុំទទួលបានជោគជ័យច្រើនណាស់ព្រោះពួកបងបុរសឥឡូវគាត់ដឹងថាខ្ញុំរឹងមាំអញ្ចឹងគាត់ទទួលស្គាល់ខ្ញុំនឹងចូលធីមក្រុមរស់ស៊ីជាមួយពួកគាត់អញ្ចឹងណាហើយគាត់នឹងសរសើរពួកយើងដែលយើងជាស្ត្រីដែលរឹងមាំអាចមកតស៊ូមួយពួកគាត់បានអញ្ចឹង 另外一个查某司机打做这道的时阵，嘛会承受别人无共眼光，就连女性的乘客嘛无愿意坐伊的车。 ពីដំបូងមកខ្ញុំជាមនុស្សស្រីហើយខ្ញុំបើកបរលមកអញ្ចឹងខ្ញុំពិបាកខ្លួនឯងក៏ពិបាកនឹងទទួលយកដែរហើយក៏មិនគិតថាខ្លួនឯងនឹងអាចធ្វើបានទេតែដោយសារកត្តាជីវភាពរបស់យើងពីមុនមកទៅយើងលក់ដូររស់ស៊ីវាអត់សូវជួបការលំបាកតែដល់ពេលយើងជួបការលំបាកខ្លាំងក៏សម្រេចចិត្តថាបោះបង់ឈប់រស់ស៊ីទៅ 这做机动3轮车驾驶的女性，目前拢伫闪入的一个车队服务，20个成员拢是女性。
因亲切的态度，还有变甲真清气的车，大概是真学到。There are drivers that they're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what they do, and that they really enjoy it and feel proud. 不过，这骑机动三轮车的女性嘛讲，伫敢布置几万的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内底，女性也是少数。伊呼吁政府的官员，希望因会当亲身坐女性驾驶的机动三轮车，对打破社会性别的偏见会较有帮助。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8度。外岛17度至26度。感谢向期收看，将真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